想喺珠海市南灣富人區置業嘅朋友，手頭上又唔係預算非常之充足啊！呢一個單位你如果睇唔啱，你就不需要再去睇樓啦。呢一套99平方，你夠膽諗啊？唔到40個，你就可以輕鬆做業主啦。而且佢位於珠海市南灣富人區喎，唔係坦洲，唔係斗門，唔係金灣，都唔係灣仔啊！佢就係珠海嘅南灣富人區啊！而且99平方，佢做到4個房間，俾到你可以滿足你一家3代同時喺呢度居住。非常之 OK 嘅，門口實木嘅門5合1帶，入面識別嘅野鹿智能密碼鎖都係交付標準，仲 set 咗一個換鞋嘅位置俾到你。呢啲勁貴都係發展商嚟交付標準，入門口就帶咗一個公共洗手間啊，乾濕分離，所見即所得啊。total 嘅馬桶衛浴都係交付標準啊，一廳3用。可以喺呢度飲茶，可以喺呢度食飯，包埋呢啲 U 型嘅廚房，所見即所得。明窗設計，歐派定制櫃，西門子廚房三件套，涼霸都係交付標準，以及呢啲全屋嘅大金中央冷氣啊，都係交付標準。而且咧，仲有一線嘅珊瑚景觀啦，嶺南嘅中式園林啦，好。仲有冰雪公園可以俾到你啊！你中意行山、中意滑雪都可以喺呢個小區度滿足到你。仲有24小時嘅恒溫泳池、健身房、私鹽都係包埋俾你啊！主人房夠唔夠闊落？呢邊就係望住一線嘅新景啦。而家就係夜晚睇唔到啦，朝早一起身睇住呢啲 background， 睇住呢啲 view啊！心情真係非常之加分，南北通透嘅設計非常之舒服，30零個你就可以輕鬆攞低珠海南灣富人區呢一套99平方嘅豪中4房啦。去到華發昌都就係行路可以去得到啦，揸車都係5分鐘嘅車程。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以及拱北海岸同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，只需要10分鐘，你哋就可以去得到啦。感興趣嘅朋友，評論區3條路，我係小雅，點樣關注帶你睇樓。